据中国当局宣布，2020年2月4日24时，在中国占领的东突厥斯坦，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3例，累计32例。1月23日，东突厥斯坦发现首位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所谓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委员会2月4日宣布，该数字增加到32人。同时，据报道，乌鲁木齐的各大学因冠状病毒停课。另一方面，居住在加拿大亚伯达省的维吾尔人几乎国际社会关注拘留营中武汉肺炎的感染风险。上周日，在卡尔加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医生和组织者说，由于集中营缺乏医疗服务，关押在里面的人更容易受到该流行病的影响。住在瑞士的维吾尔夫妇帕提库里哈里克和买麦提一名为他们的3个孩子作证说，他们的子女被中国当局拘留在监狱和集中营。帕提库里女士说，他们14年来居住在瑞士，并且已经5年没有与孩子取得联系。她说，他们的长女阿伊莎因与在国外的父母通电话而被判处3年徒刑。其他的2个孩子萨拉赫丁和鲁克叶以及他们的孩子下落不明。帕提库里女士说，我们是死在中国监狱的可利姆阿布多外利的亲戚，因此我们在东突厥斯坦的大家庭被中国当局列入黑名单，经常受到当局的骚扰。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91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的首例死亡病例。根据国家卫生委员会的声明，因新型冠状病毒流行而丧生的人数上升到491人，包括中国大陆490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人。同时，被诊断出冠状病毒的患者数量增加到24324人，其中严重状况为3219人。怀疑携带病毒的人数达到23260人，受监视的人数达到1855555名。除中国内地外，香港的个案数目增加至18例，欧盟特别行政区则上升至10例。由于武汉市医院床位不足，将把3座建筑物、1个体育馆和1个展览中心改建为临时医院，用于检验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伊朗司法部门周二表示，一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朗从事情报收集活动的间谍被判处死刑。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伊斯马伊日周二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一消息。他表示，伊朗最高法院维持对这名美国情报人员的死刑判决。他被指控收集与伊朗核项目有关的数据。这名发言人还透露，另有2名 CIA 收集情报的间谍被分别判处10年和5年监禁。发言人称，这2人以为慈善组织工作作为掩护，收集情报危害伊朗国家安全。德雷斯顿圣佩尔歌剧院宣布，已撤销了授予埃及政府总统西西的德国圣乔治勋章。据报道，圣佩尔歌剧院把今年的德国圣乔治勋章授予埃及总统西西以后，受到了艺术界人士的抵制。上周，埃及总统西西从德累斯顿圣佩尔歌剧院经理汉斯·约阿希姆·菲雷手中获得奖项后，许多艺术家宣布他们将不参加文化艺术馆的节目。一些名人和政府对此做出了反应。圣佩尔歌剧院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撤销对西西的奖励，